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紅綠市場。今天咱們的紅綠市場，那可以說那是絕對的，在全球資本市場中難得的一抹亮色。為什麼這麼說呢？我一直說人比人氣死人，貨比貨的扔所以說你不了解咱們的紅綠市場走得有多麼的美，多麼的美妙，多麼的這個神奇。你看一看亞太，對吧？你看一看韓國資本市場那個 KOSPI 指數，你這麼一對比你就發現你有多麼的幸福。無論你是在岸上觀看的，還是對吧以身入局的你在这個買了硬科技，对吧？買了硅基，你只要看一看隔壁韓國的市场，你心裡一下就踏實了。這個心裡是吧，一下就暖洋洋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實際上今天咱們的紅綠市場沒什麼好說的就可以說相當的完美上證指數漲了 0.4%， 对吧？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就 0.4%， 漲了15個點，对吧？這個就是體現實力。大病初癒之後就連着2天回調以後，不要漲太多，對吧？只要展示一下實力就行了，表示到了，已經夠了，到位了。大家不要慌。你看深圳成指漲了 1.1%， 那簡直是令人羡慕科創綜指微調是吧？微調負的 0.54， 還是處於一種主動回調的吧？科創50呢是微跌 0.87%， 創業板指數也是漲了 1.55%。你看看，而且成交量2.3萬億，還放量了，比昨天多了2700億。很多這個場外的資金還場外的金融消費者紛紛入市，搭上了主力對吧？派回來那個接人的那一趟車。今天滬市那走勢你看看4253家上漲，你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对吧？數字勝於一切4235家上漲就這樣的情況下，主力派出了1215家倒車接人。你看看這個走勢難道還不健康嗎？這是最健康的一種走勢走得非常穩妥穩健把這個慢牛行情演繹到極致如果你要看隔壁韓國的綜合指數叫 KOSPI 那簡直那它那個市場簡直就像幼兒園一樣。昨天暴跌 11%盤中跌了 12%， 多次熔斷，今天又來一回。什麼叫跌麻了？這就叫跌麻了韓國股市周三遭遇史上最慘烈的暴跌之一。過去1個月，重創芯片企業拋售潮進一步加劇。韓國綜合股價指數 KOSPI 盤中一度暴跌超 12%， 延續周二近 11% 的崩跌走勢。我看了一下收盤，韓國股市指數已經到了5400點。我昨天說了对不對？我說5000點都打不住5000点打不住，它從9300點下來，一路幹到5400點，已經少了4000點也短短的1個月裡面，這是最慘烈的崩盤走勢。雖然它從2100點漲上來，現在你看還是翻了1倍多但是我可以說韓國就這一輪所謂的牛市，它應該是沒有人賺錢了。學習韓國的散戶。最主要的是什麼呢？今天韓國這個資本市場還迎來了史上最強的財報。什麼叫最強財報就是 SK 海力士的這個利潤營收Q2 財報顯示 SK 海力士營收同比增長 257%， 營收也就漲了 2.5 倍。利潤呢，營業利潤暴增 557%， 也就是利潤增長5倍6倍。就這個就是因為這份財報導致它暴跌。那很多人就不理解了，那時候 SK 海力士這麼賺錢，利潤對吧，增長5倍居然還暴跌，為什麼？不為什麼，對吧？上個月暴漲也是因為 SK 海力士，今天暴跌還是 SK 海力士，就這麼一家公司，它能有什麼變化呢？它沒有什麼变化。資本市场就這樣，
這個镰刀割韭菜，它就是這麼割的。資本市場給出來的理由是什麼呢？說啊，雖然 SK 海力士淨利潤暴增570%，但是啊，它沒有達到預期啊，營業利潤啊增長557%啊，淨利潤還增長1242%，就是 SK 海力士淨利潤漲了12倍，就這個一樣的暴跌，為什麼呢？僅僅是因為它沒有達到預期啊。預期是什麼？預期是它的營業利潤是64萬億韓元，實際上它只到了60萬億，少了4萬億韓元啊，少了5.5%。那不好意思 ，SK 海力士的股價啊，從最高点到現在已經腰斬。这麼你說啊，這個股票要是擱在紅綠市場，擱在咱們這，那你看看咱們這長鑫科技這走勢。但一家公司的財報好的讓全球99%的上市公司羨慕，股價卻在一天內崩盤，市場在定價的究竟是現在有多好，還是這種好能持續多久？你能說 SK 海力士不好嗎？人家實打實的利潤啊擱在這兒，力壓那些老燈股，就是它的盈利啊，比什麼貴州茅台，比什麼工商銀行都要多得多，一樣的暴跌啊！為什麼？一個月前啊，忽悠你買的也是這份財報，對吧？一個月以後割你韭菜的還是這份財報。金融消費者，我們牛馬，你能怎麼樣呢？你找誰說理？我想知道。所以韓國的很多這個金融消費者啊，現在已經聚集到交易所。韓國股市徹底崩潰，連續2天引發多次，對吧？熔斷，向下熔斷啊，已經有32萬。韓國這個股票賬戶被強制平倉，現在這個數字要達到120萬個強制平倉。我覺得今天啊這麼一暴跌，我估計他得有他的所有的加槓桿的都爆倉啊。韓國財政部長在未充分審慎評估情況下推出單只股票槓桿型 ETF 而致歉。好了啊，韓國人已經有官員出來道歉了啊，說明韓國人還是要臉。我記得啊，韓國有一次有空難是吧？那個飛机降落的時候撞到前面有一堵牆，然後導致很多人，對吧？這個引發了這個災難。結果有一個負責蓋那牆的還是機場管理的人呢，然後當天下午人家就自盡了啊，慚愧啊，這個後悔啊，對吧？說明啊，人家還是有羞恥之心的，但不像某些地方啊，某些地方人，對吧？他想盡一切辦法把他責任甩給別人，都是別人的錯。你看這韓國財政部長啊自己出來道歉，什麼時候這個韓國總統李在明得出來道歉？為什麼呢？為什麼啊？這個李在明實際上就是韓國的任澤平老師，在韓國股市暴漲的時候，這個李在明啊出來以總統的身份啊，他到處啊跟任澤平是一樣的。3月份，這個李在明啊居然鼓吹啊要賣房買股。5月份發行三星和海力士個股槓桿 ETF， 就是一只股票的槓桿2倍做多啊，這個啊是導致今天啊最近這個韓國股市暴跌的一個原因之一啊。當然也有人說啊，就是說韓國人特別好賭，你說好賭這塊对吧？你還誰還敢跟師傅比呢？韓國人好賭，那也是徒弟啊，師傅在哪兒呢？所以我一直勸啊，你看很多网友都有這個記錄啊，應該都看過我節目。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啊？從股災啊，韓國股災發生之前，我就天天呼籲是吧？韓國有關部門要派出一個代表團，要来學習考察咱們怎麼是對吧？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定海神針的。你看這個李在明，這韓國這個人啊，他不謙虛，他也不包月，也不充電。對吧？就自己悶頭在那瞎幹，你看這回好了吧？對吧？我早就指出，对不对？你要過来學習，你來取經，對吧？你跟美國人後面瞎跑，能有什麼前途啊？這下好了，今年6月啊，在周年記者會上，李在明大庭廣眾說，美國股市，韓國股市啊，仍然被低估，你說是吧？6月份呢，那韓國股市已經破了9000點了啊，從2100點漲到9000點了。李在明說啊，仍然被低估。你說你一個總統，你這麼一說，這個殺傷力比那個任澤平老師還厲害。任澤平老師只能對他會員說，對不對？因為畢竟那會員交了2000多塊錢啊。這李在明你是總統啊，對不對？你說這話，韓國人啊，是吧？一下被點燃。你看結果多少韓國人現在啊
有一個什麼美好的夏天，現在已經變成活着沒有意思了，開始思考人生了啊。韓國人的快樂非常短暫，都沒能維持1個月。就像某些地方那個資本市場是吧，剛到4000點，然後就馬上後身就出來一篇報道是吧，一篇社論啊，4000點只是牛市的起點，結果吧唧一下是吧，天天給你玩熔斷，多少人进去了，多少人褲衩子都赔飞了。你說韓國你搞這一出啊，所以我一直劝，对吧？咱們網友，咱們要認清形勢啊！你看大家一窩蜂的上的時候，絕對不是什麼好事啊。所以现在韓國人现在很生氣啊，韓國股民你不用懷疑啊，因為韓國一共才5000萬人，他的賬戶有1個多億，所以說基本上韓國是人人炒股，大部分啊，憤怒的韓國人已經包圍了韓國證券交易所，開始在維權了啊。我看任正平老師現在還嘴硬啊，後面有他苦頭吃。這個李在明也是的啊，你說9000點的時候居然喊加倉，還說韓國股市低估了，所以身在紅綠市場的各位一定要好好想一想，連 SK 海力士這麼好的這個股票啊，市盈率對吧，這麼低，才5倍的吧，現在恐怕只有4倍3倍了，業績這麼好對吧，净利潤增長12倍的，今天的暴跌啊，好像是海力士今天是暴跌10幾個點啊。所以你呀，在紅綠市場啊，你把你手上的股票看一看，如果玩市梦率的還是小心點吧，市盈率的也靠不住啊，到时候主力跑起来是吧，資金跑起來根本就不夠這一套啊，這一套說辭沒人聽，人家只對錢負責任，對吧？早割早收益就這意思。韓國股市啊創了紀錄啊，這個和股災沒有區別了，就是股災，不要懷疑，這就是股災呀。韓國股災啊，這一波有多慘烈，用黑色7月來形容都已經過於平淡。科斯比指數從月初高點迅速墜落，跌幅一度超過40%，並創下全球主要市場當年熔斷次數最多的記錄。當然，這個跟師傅比起來還是稍微弱點啊。說實話，因為我是經歷過熔斷的，每天早上電腦一打開，3分鐘結束了，開盤即收盤，這就是任澤平老師說的。然後第二天一打開又是這樣啊，就熔斷了，你可以休息了。你這個韓國確實啊，這個還得學啊，對吧？就是像資本主義國家就這樣啊，他就不願意，他不願意心甘情願的來交學費，對吧？你韓國那些養老保險那些基金，韓国的平準基金，对吧？你也搞個幾十億美金的啊，或者是5個億美金吧，不要太多，10個億美金是吧？你配置一下，你再到大國來申請一個額度，那叫 QFII 或者叫 QDI， 應該叫 QFII， 對不對？你申請一個額度10億美金的，完了你進來拿10億美金進來換成人民幣，然後參入我們的市場，好好學一學，好好學一學，對吧？你交點學費。完了之後，你再來取經，對不對？你回去再管理你那個韓國股市，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老是不願意交學費，對吧？老是不願意充值，完了你不願意充電，對不對？不願意充電，然後去聽盜版的，你聽盜版了之後你也慘唄，是不是啊？對吧？我這個韓國股災之前，我6月份就串了，對吧？就趕緊來聽，對吧？自從我說這個咱們資本市場是壓艙石，是定海神針，為全球資本市場指明方向。這個所言不虛啊，絕不是妄言。這個李在明啊，這些韓國現在這些人，他完全沒搞明白。這下好了，這個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啊，不可謂不慘痛。當然，現在來學還來得及，對吧？什麼時候明白了什麼來學啊？我們的大門是敞開的，對吧？你搞10億美金的就來就行，對吧？派那個韓國財政部啊，派幾個官員在這兒，每天早上9點半，跟咱們的金融消費者一樣啊，也開盤看新聞。完了，對吧？來操作，來學習，對吧？這樣學個2年就行了啊！回去不會把韓國資本市場搞成這樣。你看看咱們這市場，對不對？我不需要賺錢的，对不對？我們市梦率3萬倍，它也沒這麼跌啊！這不就是控制嗎？這就是叫思路嘛，手拿把掐，對不對？你咱們的很多都是市盈率都是正常一點的市盈率啊，200倍、300倍的那市盈率都算正常。对吧？還有好多是3萬倍的，那不照樣漲嗎？
你看你这個海力士這麼好的業績，居然暴跌，你能對得起韓國人嗎？對得起韓國的股民嗎 ？SK 海力士啊，它這個市值已經蒸發了5000億美元，韓國人均啊，一個人少了1萬美元，1萬美元呢。如果再加上三星電子，那差不多韓國人啊，人均一個人少了2萬美元，就這個7月份2萬美元呢，人均呢。我剛才已經說了，有人說啊，這是因為韓國人呢喜歡賭，喜歡上槓桿。那韓國人那個賭，那還是沒有真正的找到師傅啊。再說了，韓國這個資本市場，我說他們管理不行嗎？這才跌多少？這麼一跌，他馬上就出來道歉，哎，說自己的錯。你這，對吧？你這把美國往哪兒放？哎，這麼好的一個甩鍋的對象，你可以讓美國背鍋，對吧？一切責任在美帝啊，都是美國搞的。所以你看韓國的財長出來道歉，你說你這擔什麼鍋啊？是吧？動不動就給自己攬責任，你這個責任明顯是美帝的嘛，對吧？是美帝在30年前或者50年前就給你們韓國挖的坑，這就慌了亂了啊！這就是自亂陣腳，哎，先主動把黑鍋背過來，這哪行呢？能主動認錯嗎？所以說啊，韓國趕緊糾正一下，回去就說這玩意啊都是美帝啊惹的禍，一切責任在美帝，可不嘛？昨天晚上美帝的股票不跌了嗎？是美帝的資本市場導致的啊，是美國人有預謀的做空韓國股市。韓國的股民啊，韓國的金融消費者有多慘，我估計啊，過2天就更詳細的數據出來。我覺得啊，這個強制平倉的、傾家蕩產的，應該上100萬了已經啊，不會低於100萬。上100萬年輕人呢，爆倉者中20至30歲的年輕人佔比62%，就2/3的是這種年輕人，20到30歲的。所以在這種暴跌之下啊，日本的日經指數跌個2%都無所謂了，那怎麼能比得上呢？所以你再回頭看看咱們的紅綠市場啊，是不是漲的？是不是？所以說現在啊，全球資本市場，不管是日本的還是韓國的還是美國的投資者啊，他們現在沒有，就是從來沒有過的啊，那麼希望，那麼衷心的希望咱們的市場能穩住，成為壓30定海神針。咱們市场穩住了啊，那麼日本、韓國、美國的市場就能穩得住。現在全球資本這個投資者啊，都在盼着啊，都在燒香，都在盼着咱們市場能穩住。哎，這個所言不虛，絕不是吹牛啊。如果咱們也跟他們一樣來個暴跌啊，那全球資本市場就完蛋了。所以你看，定海神針壓30的作用就在這兒。這個咱們現在成了锚點啊。說韓國多慘，大家沒有感受。我們再說一說咱們啊，這個舉幾個實際例子。就知道這個資本市場是吧？那是多麼的镰刀有多快。今天有個新聞說啊，香港26歲交易員挪用5000萬港元幹什麼呢？交易員啊，你想想是幹啥的，對吧？他挪用5000萬港幣幹什麼呢？豪賭2倍做多海力士，拿5000萬港元去做2倍做多海力士，那肯定是褲衩子都配飞了啊！但是褲衩子飞到哪兒去了？你想都想不到啊！居然巨虧1.5億港元，他挪用5000萬，哎，居然虧了1.5億，怎麼虧出來的呢？這個紅星新聞報道啊，說香港26歲交易員挪用5000萬港元，豪賭2倍做多海力士，巨虧1.5億港元。香港中環金融區被曝巨額資金挪用案，目前這名男子已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涉案發生於今年1月9日至7月20日期間。這名交易員挪用5000萬港元後啊，先通過有關機構進行保證金融資。你看啊，就是先保證金融資是什麼呀？5000萬，這就已經加了槓桿了，就變成多少億，对不對？他就已經1到1個槓桿加上，然後又買入2倍做多海力士，2倍做多是自帶2倍槓桿，對吧？又加槓桿，形成雙重槓桿。按理來說，他應該身家暴富，對不對？他從今年1月9號開始幹的，該 ETF 自今年6月底歷史高點暴跌超70%，也就是他曾經是賺錢的啊。他從1月份開始嘛，1月9號開始加槓桿上買2倍做多 ETF， 肯定是賺了錢，後面又來膽兒越來越大嘛，對不对？一看這個人生唯一的一次機會，那任正平老師已經說了，对不對？你這人生最後一次機會了，你不抓住啊？所以好。我後面一看機會又來了，又來，對吧？
就是挪用那個錢呢，你看機會來再能挪用幾千萬，再加槓桿放大，再買進去，結果啊，就趕上這個歷史性的暴跌。目前相關持倉尚未平倉，最終損失仍在變數。也就是這個，那實際上它是昨天報道的，那今天肯定是對吧？這1.5億是打不住啊，虧啊。該事件是在致富管理公司近期審計查賬時被發現的。雖然集團旗下致富證券火速發明聲明撇清關係，致富管理公司非證監會持牌公司，只是財富管理投資公司，隸屬致富集團。但受事件影響，不少客戶出於風控考量，選擇從致富證券避險性出金，就把錢挪走了，不在你這玩了。2倍做多海力士，不知道哪些人在玩這個啊？不知道到目前為止戰績怎麼樣？還在賺錢嗎？所以我一直在說啊，你說韓國的資本市場一有事，財政部長出來道歉，你不能說態度不好，對不對？然後他到現在沒有做假賬的，欺詐上市，對吧？財務造假、虛假性陳述都沒有，業績呢？三星跟海力士利潤漲了幾十倍、十幾倍，就這樣的一個市場，照樣把你褲衩子都賠飛了。所以，如果你要能誤解啊，你要能就是悟性啊，你要理解哦，这個資本市場是什麼意思啊？它不管裡面的籌碼好還是壞，對吧？它的玩法多麼高明或者不高明，粗暴還是欺詐，總之你進去了之後，反正是光着身子出來那是應該的。至於他是靠業績把你騙進去的，還是靠粗暴的這講故事把你騙進去，那都反正就是騙你進去的，對吧？最終你是把錢交進去，然後走人，哪個市場都差不多吧。當然了，我這個說的有點絕對啊，我說的哪個市場都差不多，指的是以散戶為主的市場。當然了，你以機構為主的那就好一點了，因為機構之間啊，因為機構相對理性吧，相对对吧，它有專業性，相对它有紀律，它有各種約束啊，稍微好一點。但是你散戶這種金融消費者，那簡直是貓一天狗一天，是不是？賺一點錢，自己就是巴菲特。這一賠了嘛，馬上去韓國交易所那去喊口號去了，你說這叫什麼事？所以你看這個韓國的交易員呢，哎，不是香港這交易員挪用資金去炒2倍的 SK 海力士，巨虧是吧？褲衩子都賠飛了。所以你要賠點錢，你能理解啊，對吧？你才賠多少啊？你也沒上槓桿，這還不算啊，這還不算。大家還記得那個粉筆的張小龍嗎？就在6月份啊，這個張小龍不是剛鬧出個新聞嗎？去了人大啊講座是吧？本來是要給這個人大的那些學生們講這個考公是吧？考公怎麼考？結果他講着講着，好像他臨時把那個演講內容啊給改了，改成什麼人工智能怎麼炒股？為什麼呢？因為他張小龍炒股啊，說就1個月掙了5000多萬，是吧？但是有報道吧？但是大家知道後續結果是什麼嗎？沒錯。僅啊，到了7月份，張小龍賺了的5000萬沒有了，而且還倒賠了幾千萬。你說歡樂就是這麼短暫，從股神對吧，到這個我要回本的這個散戶，哎，中間就隔1個月，1個月都不到。這個有媒體報道啊，這個還不是咱們編造的，說6月3號，張小龍站上人民大學講台，臨時改了主題。他沒有多談考公培訓，轉而聊起了自己炒股的戰績。我大概有8000萬的現金，上個月就是5月份啊，全部原來買成了股票。今天在路上算了一下，掙了5300萬。你看8000萬掙了5300萬。我講這個主要是為了炫富吧。他還告訴台下的年輕人，最優出路就是炒科技股、美股。你看看啊，5月份、6月份。對吧？是不是網上充斥着哎呀，站在光裡面，不站在光裡面，你這輩子就完了，你就光着屁股了，對吧？不站在光裡面，你把錢存銀行有什麼用啊？你這才1個月啊，現在呢都是光着屁股的。5月份、6月份還是在賭一把，是吧？人生最後一次機會，你不賭，你就永遠是牛馬，是韭菜。所以當時我記得我做節目一直說的吧，就是講一個道理啊，就是狐狸想吃雞肉。他總是忽悠那雞，對吧？你不飛，你不試一下，你怎麼知道你不會飛呢？對吧？你看老鷹有2翅膀，你也有2翅膀，你怎麼就不會飛呢？你要試一下，
你不試，你當然就沒有機會，對不對？你試一下，說不定你就像老鷹一樣的翱翔，結果，對吧？那些上當的雞呀，它就開始飛，然後呢，狐狸，對吧？它就一直有肉吃。所以我一直說，對吧？作為雞，對吧？你就認識你就是只雞，雞就不要飛，對吧？你雞就負責下蛋就完了，老老實實的。你老想着飛的事，完了。這個張小龍啊，7月27號，因為他那個粉筆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啊，上市公司就得發布這個財報，對不對？所以人家根據他的財報發現問題來了，說公告裡除了預告2020年上半年由盈轉虧，還寫了一段此前從未對外披露過的操作。2020年7月1日至7月7日這一周裡面啊，公司出售了此前在公開市場購入的 ETF 產品以及上市證券，錄得830萬美元總投資虧損，約合人民幣6000萬。什麼意思啊？就是在7月1號到7月7號這7天裡面，公司把買的那些股票 ETF 都賣掉了，賣掉之後一算賬，虧損6000萬美元。你說張小龍前面賺了5300萬，這兒賠6000萬。截至7月24日收盤，公司手裡還剩3家公眾公司的上市證券，價值850萬美元。這850萬美元，那現在估計又賠了不少了，因為這幾天对吧，都是暴跌嘛，買的都是科技股嘛，對吧？站在光裡嘛。你說前後才1个月啊！5月，張小龍個人賬戶把8000萬現金全部買成股票，1個月後浮盈5300萬。6月3日，他公開鼓吹炒科技股美股是最優出路。這之後，粉筆賬上的資金開始出現異動，原本安全存放的現金被轉移進了高波動的二級市場股票和 ETF 賬戶。時間到了7月上旬，風向變了，全球資本市場，尤其是美股科技與半導體板塊遭遇了一輪踩踏式的拋售，而粉筆正是在這輪急跌裡，於7月1日至7日倉皇平倉，得到了830萬美元的實質性虧損，就虧了6000萬人民幣。那麼有人給他倒算了一下啊，就是他虧了6000萬人民幣，830萬美金，倒推他大概投入了多少錢，動用了多少資金啊？假設粉筆啊6月買入的是當時最熱門、波動最大的半導體 ETF 或納斯達克科技股 ETF，7月1日至7日這段初跌期間，這個還不是後面還是暴跌，前面還沒有跌得太厲害啊，僅僅是7月1號到7月7號這段時間是初跌，跌了多少呢？實際上跌了不到10%，後面才暴跌啊。那就是在這個時候，粉筆他趕緊跑了啊。那麼測算啊，在這個區間，他虧了830萬美金的話，那麼他應該是動用了8300萬美元啊，因為就是1號到7號這7天裡面 ETF 下跌沒有超過10%，所以說這麼一估算的話啊，他動用的本金是8300萬美金，也就是人民幣啊6億，可能比這多一點，對吧？結果人家也算到了啊，人家一看2025年，把2025年年報拿出來一看，截至2025年12月31號。粉筆公司賬上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也就是它的現金和那個股票什麼亂七八糟金融資產啊，一共是多少呢？一共是1.3億。公司賬上還趴着8.69億元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按照830萬美元虧損倒推出8300萬美元至1.66億美元本金敞口，對照粉筆2025年年底賬面8.7億元人民幣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這幾乎意味着公司一半以上甚至絕大部分流動性核心現金儲備被壓注在單邊做多科技股策略上。所以說張小龍啊，這個當了1個月的股神，現在是多麼痛的領悟啊，慘痛啊，對吧？那邊賺點錢，這邊要教年輕人做人，這下賠了呢？賠了怎麼教年輕人做人呢？下一次去人大啊搞講座，題目就叫我是如何賠光6000萬的。這個張小龍還不算啊，還有一個博主叫什麼聽權賞寶，我今天看的新聞報道啊，說一個能在直播間裡一眼看穿假銀元、假玉器、假銅鏡的人，卻看不清真實的自己。近日千萬粉絲鑑寶博主聽權賞寶在直播中宣布徹底告別股市，
刪掉所有的股票軟件，撂下一句話，再玩就剁手。發這種毒誓的，對吧？那不只是他一個啊，好多大 V 都在發這種毒誓啊，徹底不玩了，刪軟件不看，這玩意我都經歷過，對吧？所以我一直勸吶，我是拿了300萬真金白銀買的教訓，但是就有人他不信吶，他對吧？我早就說了，对不對？刪掉軟件，裝植物人唄，這些我都幹過啊，發毒誓，以後再也不玩了。不信這邪啊！這個听泉閃寶他怎麼說啊？說啊，他不僅自己玩，他還盯上了父母的養老錢。每天早上9點半準時在家族群催父母猛猛幹，加餐就对了，就跟那個任澤平老師一樣的啊。長輩勸2句，他反向說教啊，態度強勢到分不清誰才是長輩。結果父母啊，老兩口子攒了半輩子的積蓄，連本帶利全折了進去。這筆錢對有些人是零花錢，對退休老人是一輩子的安全感。他被父母拉黑，被踢出家族群，父母把他拉黑了，你知道吧？從家族群裡踢出去，這叫清理门戶啊，對吧？家裡沒有這麼個不孝子孫，你出去吧。炒股炒成這樣，听泉閃寶犯的錯跟無數散戶一模一樣，把運氣當實力，把股市當提款機，把父母的養老錢當籌碼。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就在他宣布戒股的同一個7月 ，A 股經歷了一場慘烈的調整。市場面前眾生平等，網紅叫峰哥亡命天涯，大虧後發文，我已徹底卸載同花順。游資大佬劉鑫自曝單月虧損5.63億元，創個人歷史記錄。你看啊，就這個游資大佬照樣啊虧5.6億，從1000萬粉絲的網紅到億萬游資，誰也沒能跑贏這場暴雨。但他們虧的是自己的錢，聽泉虧的是父母的養老錢，這才是要害。一個人自己賭叫冒險，拉着父母的養老錢一起賭叫瘋狂。所以我一直說的吧，你這作為牛馬韭菜，你把你掙的那個窩囊費給保住，這就是最大的福氣啊！不要老想着啊去翻倍，去什麼豪賭，去什麼啊財富自由。牛馬韭菜這麼容易就財富自由了，買個什麼東西你就財富自由了，那你到底想讓誰去幹活呢？想讓婆羅門去幹活是嗎？啊，你讓婆羅門給你送外賣是嗎？你讓婆羅門給你去開网约車是嗎？你但凡有點腦子，动腦子啊！如果婆羅門設計了個遊戲啊，讓你們每個人都能成為婆羅門，讓你隨便啊拿着窩囊費進去一下就翻個10倍20倍的就賺錢了。那到底誰去開車，誰去送外賣，誰去掃垃圾？你這不是倒反天罡嗎？所以我早就得出個結論，對不對？我說啊，只要有人啊建議你把錢從工行挪出來，那都是騙子，對吧？錢就適合啊焊死在工行。这所有讓你把錢拿出來幹這幹那個的都是騙子。什麼人生中一次機會，對吧？最後一次機會，唯一一次機會，暴富的機會。這個7月份啊，太瘋狂了。多少夢啊，在這個7月破碎，所以還在做發財夢的啊，還想着通過這個什麼不勞而獲，買個什麼東西一買一賣就能賺錢的，還是早點啊醒過來比較好，死死的攥住啊你那個拿身體換來的窩囊費，對吧？不能讓人騙了。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